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来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关于恒大又有消息，我看凤凰网财经转发说，这个突发许家印拒绝公开资产，清盘人急了。恒大董事长许家印拒绝披露个人资产详情，引发债权人恐慌与行业震荡。2.4万亿债务危机下，这一举动恐让追回欠款希望更加渺茫，市场不确定性加剧，法院如何裁决成为关键。这个是彭博社4月29日报道说，在香港高等法院举行的恒大清盘相关听证会上，清盘人公开表示，恒大董事长许家印计划拒绝披露其个人资产详细信息。这一情况引发广泛关注，迅速成为网络热议焦点，网友纷纷质疑许家印此举背后的真实意图。回顾恒大近年来的发展，从曾经的房地产行业龙头到如今陷入2.4万亿巨额债务危机，暴雷后的恒大一直处于舆论中心，全球众多债权人都寄希望于清盘程序，期待能挽回部分损失。而许家印持有恒大近60%的股份，其资产状况对恒大清盘偿债进程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债权人最终能拿回多少欠款。然而此时许家印却选择拒绝披露资产，无疑给本就艰难的清盘工作雪上加霜。报道说，4月29日听证会上，现场气氛紧张，清盘人的代表律师明确指出许家印拒绝披露资产这一情况，强烈要求尽快恢复聆讯，以便彻查许家印资产状况，保障债权人的利益。他们强调，若无法掌握许家印的资产信息，众多债权人的血汗钱可能彻底无法追回。但许家印的律师则以案件复杂敏感为由，申请更多时间来处理此事。这种拖延态度引发外界不满，不少网友猜测许家印拒绝披露资产是否存在资产转移等问题。许家印拒绝披露资产的行为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对债权人而言，原本就渺茫的回款希望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许多人陷入焦虑与绝望，担心自己的投资血本无归。对于房地产行业，恒大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其清盘本就备受关注，因为后面还要清盘的企业很多，所以恒大就属于在前面打个样。许家印此举加剧了行业的不确定性，其他房企不免担忧自身发展，购房者也开始担心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害怕出现更多烂尾楼等问题。目前这一事件陷入僵局，大众都在等待法院的判决。许家印为何拒绝披露资产？法院又将如何处理？后续发展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看着许老板要贯彻幸福我一个，或者叫辛苦我一个，幸福全家人。一个人去牢里踩缝纫机，扛下所有的一切，其他人在外面逍遥法外，再过个10年出来又是一条好汉呢。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枉然，都是无谓的抵抗。现在债权人在全球发起追债，你往哪儿藏呢？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这时候还没想明白，这种顽抗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因为他已经叫无可藏，躲无可躲，全球没有一个地方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我们再看楼市情况，这个根据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数字是 Top 100房企销售额1到4月，就是2025年1到4月同比下降10%，降幅较1到3月基本持平。2025年1到4月 Top 100房企销售总额11199亿元，同比下降10.2%，降幅较1到3月基本持平。4月单月 Top 100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16.9%，较3月单月降幅有所扩大。1到4月销售总额超100亿房企25家，较去年同期减少3家；50亿房企52家，较去年同期减少5家。Top 100房企权益销售额7960亿元，权益销售面积4071万平方米。什么意思呢？今年1到4月排100名的房企，它的销售额下降10%，同比说明新房卖不动。这个至少说明小阳春比去年比那顺色不。这个数据也打了很多中介还有媒体的脸，这些媒体每天都是楼市回稳，楼市回暖，都是日光。但是你看这个中指研究院统计的数字，完全不支持这种说法。1到4月新房这个排名前100名的房
房企销售额是下降10%，4月单月是下降16%、17%，那什么概念？楼市这能叫稳？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从去年9月份轰轰烈烈的这个救市已经结束了，它的效果它的影响，该买的已经买完了，现在马上大家就要迎接是断崖式下跌，因为它这个反弹，去年9月到现在的反弹，那都是透支，无非让本来是明年买房的人，他提前到今年买了，本来让5月份买房的人，去年12月他就买了，这叫透支。咱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如何判断这个楼市到底有没有稳，有没有触底反弹？看什么？你不能看媒体中间的宣传，那些防吹一天到晚都是房价要涨，但你再不上车晚，赶不上这一趟。我们怎么判断？实际上你就是判断各个地方政府还有没有在救楼市，还有没有出台政策。如果稳住了，他就不会出台，或者是再给你优惠。如果地方政府不停的在出台政策，在优惠，那就说明这个楼市还没稳，就这么简单。你看这个武汉3孩家庭购房补贴12万，4月30号，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持续巩固我市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的通知。2025年5月1号到12月31日，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2孩、3孩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分别发放6万元、12万元购房补贴。2025年12月31日前，对今年内出售自有住房，并在6个月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后12个月内出售原自有住房的家庭，其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由所在区按契税实缴额度给予全额补助优惠，也就是你买新房子契税免掉了，给你补贴了。政府为什么拿这钱出来？那说明楼市还没稳住嘛，还要吃药，还要打针呢，还要抢救。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买房送88克黄金，别墅240万元折扣。5·1假期正式开始，全国楼市抢客大战徐徐展开。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长假前夕，保利发展、万科、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龙湖集团、中国经贸和金地集团等多家房企均发布了项目销售活动消息，买房送黄金、到访报销高铁票、总经理直签房源等揽客促销活动不停，又是在促销。华东地区一家房企项目营销负责人4月30日晚在电话里向美经记者透露，5·1假期是第2个季度业绩的重要营销节点，公司上下十分重视，总部负责人将来到售楼处现场督战。据招商蛇口徐州公司发布消息，5·1期间在公司各项目案场购买商办产品最高赠送888克黄金，购买住宅最高赠送88克黄金。买房送黄金，现在金价还可以啊，比如在招商项目认购指定的房源即送88克黄金，也得7-8万块钱呢，不少呢。购房享受116666元专属优惠礼金，同时购买住宅和车位即减少2万元房款，这个力度还不小。广州多家楼盘也有花式折扣，广州地铁、科城新时代、什么凯德中心里等多家房企推出数套限时秒杀特惠房，中建海思城等推出多款特惠98折活动，也就是各个房企保利、万科这央企知名房企都在5·1搞活动促销，多地楼盘项目节前扎堆上市，房地产也过劳动节。这个是央视新闻报道说，广州长沙的楼盘正在全力备战5·1，数十个项目纷纷选择节前扎堆上市。深圳启动了5·1新房节，南昌的楼市宣布假期不打烊，重庆则选择在节前推出2万套优惠房源。各地楼市为什么争着抢着过劳动节？首先是市场向好的信号越来越明显，真的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第二，各方对于稳楼市有了新判断。第三，行业正在用行动来巩固来之不易的向好态势。说因此不只是这个劳动节楼市会很忙，相信5·1过后，围绕如何进一步释放需求、改善供给，各地还会忙下去，继续因城施策，激活市场活力。接着吹吧。其实关于楼市，各路专家学者看法也不尽相同。这个野村证券的陆挺他说，我国房地产市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然后他认为楼市止跌的密码，保交楼收除。他认为房地产行业还有哪些可能的支持政策？大家看视频。非常同意，房地产这个行业呢，其实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的。这个空间呢来自于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这个10年，我们在房地产政策这个方面的话呢，曾经有那么几年非常注重推动广大中小城市的房地产
和当地城市的基建的一个发展。但是呢，需要看到的是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政策呢确实推动了那些地方的发展呢，但是呢，人是往高处走的啊，我们的人口流动基本上是要往大城市去流动的。更何况呢，我们整个中国的人口在下行，我们年轻人的这个总量下行的速度呢会更快。而年轻人的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呢是越来越高，将来基本上可以确定，大量的年轻人都会集中到大城市居住。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恰恰就是过去这10年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很多房地产房价下的这个最厉害的地方，空房最多的地方，保交房最严重的地方呢，可能是中国的很多一线城市。但另外一方面呢，这恰恰呢又是一个机遇，随着人口，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些人口，更多的向大城市的一个集聚。那么在很多大城市，尤其是一些一线这个城市，还有一些这个优秀的一些强2线城市呢，它的住房供应可能实际上还是不够的。再加上呢，我们很多在这个本世纪之前，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盖的很多房子呢，也要进入这样的一种大幅度的维修和重新建造的一个时代。所以实际上呢，我认为呢，我们的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发展呢，确实还是有不小的这个空间的。而且大家呢，就说也都有更新换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么更新换代的时候呢，我想更多的需求呢，也会是在大城市那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政策朝着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向去走，比方说我们取消了很多地方的限购和限售，取消了对于这种买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实际上就鼓励了大家就是在你最合适的地方，在你工作的地方、有就业的地方买房。我认为这是过去2年，实际上我们在这些政策方面做出的一个是最好的一个努力。那么接下来这个政策应该是往哪个方向推进的？我认为有些地方呢，这个限购限售可以进一步的取消，虽然已经不剩下多少了，但是更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房地产这个行业的萎缩已经进入第5年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很多的债务没有出清还存在那边，大家就是不停的在滚动。那么这样的一个债务的一个滚动呢，实际上呢，使得呢就是很多的问题呢就被累积在那边，没有有效的得到这个清理，也影响了整个行业呢能够重新的轻装这个上阵。那么具体说来的话呢，最大的一笔债务呢，就是大家在买期房的时候把这个钱交给开发商了，但是呢还在等待这个房子。过去这个2年呢，我们在期房这个方面、保交房方面呢，政府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但是我相信呢，还有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所以呢，在今年、明年，趁着需要拉动内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应该大幅度的加大我们在保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力度。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有很多房地产企业呢，也确实出现了很多经营上的困难、财务方面的一个困难。有些房地产企业可能确实已经无法再生存了。所以呢，政府应该对这些房地产企业做一些区分，做一些这个梳理。有些企业该破产要破产，那么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有些也许要进行合适救助的，那也应该救助。总之呢，对房地产企业来讲的话，一个初心就是破产的要破产，救助的要救助。对于我们从一个买房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房子该盖的呢，也许就要盖，这就是一个保交房。如果真的不需要盖了，那么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赔偿，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我相信呢，也能。实际上，这个大家也知道，咱们的房地产可以说叫结构性矛盾。什么叫结构性矛盾？一线城市这楼市显得可上可下，也就是因为一线城市它的政策还没有用足，还在限购呢，北京、上海还没有放开，所以它这个走势比较难以预料。但是2线、3线、4线城市这个走势是基本上已经固定了。2线城市我们先不说，3、4线城市，你看大部分都要鹤岗化，这就是陆婷也说了，因为年轻人都往大城市集中，这是一个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全球都差不多，年轻人你受教育越多，越要往大城市，都最后聚集在几个大城市周围，城市集群连成一片，比如说长三角一片，珠三角一片，年轻人往这儿跑，这个地方人口还在增加，或者人口流失比较少，它的房价有可能还有稳住的可能，或者是甚至还有涨的这种预期因为人口在流入。那剩下的地方，因为本来我们的总的人口是在下降的，人口又往这个大城市集中，那其他地方只能说人口就没了，那不就是鹤岗化吗？
产业没产业，没就业，只有公务员经济，年轻人待不住，所以只有鹤岗环。你在那儿买房，那个不叫资产，没有流动性，所以那些城市的保交楼呢就是个大问题。你就保好了，你给谁？从春节以后，上海、杭州、深圳、成都还有很多地方地王频出，地方政府拿出最好的地段，这个作为改善型，某种程度上就是想通过这种推高个别地段的房价，来带动整个房地产市场上涨，从而达到他们地收入增加的这么一个目的。这也是稳楼市。所以说春节以后是吧，各个地方地王频出，3天2头就刷新记录。问题是这个模式不可持续。最近深圳宝安也有一块地没人拍，流拍，不是流拍，而是到了截止时间没人报名，就预示这种模式到头了，再往下玩有风险。所以这些开发商他们也精得很，不愿意再出手了。最后我们再看一篇文章，有个报道关于最近高端酒店、高星级酒店流拍越来越多，流拍成为常态。近日广州富力地产旗下广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7折甩卖，无人问津而流拍，再度引发热议。前不久法拍挂牌9.08亿元南充天来大酒店经历10次流拍，降价近7亿元后，终于以2亿元出头的骨折价成交，降价75%成交，相当于打了2.5折。有意思的是，这家酒店起拍价一降再降，唯一增长的却是围观拍卖的人数。银蝶管理咨询发布的中国2024年法拍酒店统计分析简报数据显示，2024年挂牌参加法拍的酒店总数2704家，但成交数是215家，只有总数的 7.95%。2025年1月，超过56家酒店被拍卖，本土高端酒店占比 60%， 流拍率高达 91%， 也就是说这绝大部分都流拍。2025年2月，共约有50家大宗酒店资产挂牌拍卖，但最终成交仅5家，大量资产在市场上反复流拍或被迫降价。直点网酒店转让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2月酒店转让数量较2024年同期再翻2倍，但成交量却持续低迷。反复流拍似乎成了当下高新酒店的拍卖常态，也折射出市场买家更为谨慎的心态。那些曾经象征奢华和地位的高新酒店正遭遇严峻的生存危机，如何尽快走出困境，重新焕发生机，将是高新酒店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2024年4月，山西大同王府至尊酒店商业用房及附属品被公开拍卖，起拍价 9.14亿元，最终流拍。它列出了很多5星级酒店流拍。为什么这个高星级的酒店现在无人问津都流拍？实际上酒店跟航空公司是一样，尤其是高星级的酒店，不是那种经济型酒店，他们都受外资撤离影响。高星级酒店一般的都是商务客人多，往年这些外国游客不叫游客啊，外国的商务客人非常多，因为他们在国内有投资啊。我在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不做个酒店预订嘛，旅游相关的，那个时候客户主要是外国人，外国人到中国来之后住的都是5星级酒店，最次是4星的。也就这么说吧，他要住当地最好的酒店，那个时候最好酒店就是5星的，有的地方还没有5星级酒店，只有一个涉外酒店，什么4星，勉强人家也住，有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些人一住都是1个月，有的是4、5天，在这个地方住4、5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住4、5天。你想那时候是什么个情况？是外资蜂拥而至，随着外资进来，外国大量的商务人员、技术人员、工程人员全部要进来，所以那个时候开始5星级酒店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而且各个地方政府盖这种地标型建筑它必须标配5星级5星级酒店是彰显这个城市的水平、服务、形象，所以5星级酒店建的也比较多，有的甚至建6星、7星的。那现在问题出在哪儿呢？现在外资撤离了，外国的商务客人少了，高端酒店它吃不饱，而国内的消费也跟不上。国内你说谁愿意在这住个酒店花1000多、2000一晚上啊？那是极少数。国内住这个叫经济型酒店、快捷酒店比较多，一晚上200的。这就是高星级酒店为什么现在低迷卖不掉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外资的撤离。第二个原因就是它也饱和了，建得太竞争加剧，所以说你看到这个高星级酒店现在萎靡不振，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经济低迷。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些5星级饭店人满为患，经济就好了，因为外资又来了。所以你看航空和这个高星级酒店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虽然咱们游客在增加，国内出行游客也在增加，但是航空公司就是巨亏，
为什么？它本该最赚钱的这国际航线萎靡不振，而国内的这些航线又不挣钱，这个竞争加剧，价格战，因为你这运力富裕了，本来跑国际长途这些飞机，因为国际航班没有恢复，你只能跑国内，那国内的这运力就富裕，那就价格战。所以说，从航空公司利润，从豪华酒店的经营情况，你就能看出经济到底好还是不好，有没有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